Hello，大家好，好開心今日可以喺呢度見到咁多位充滿熱情嘅義工戰友啊！大家都知噶啦，做熱線從來都唔係一件易事，有時聽完一個電話，自己個心都會跟住實細揞埋一份。今日呢，我哋準備咗一份好實用嘅教材，想同大家拆解下。主要講咩呢？就係講緊點樣去接住嗰啲跌咗落深淵，甚至連身邊最親嘅人都唔信嘅求主者。大家放鬆啲，當清下解，等我同大家慢慢睇下呢度講咗啲咩啦。想象啊，當一個求助者打上落嚟，第一句就爆出頭裏面呢句說話，連我最親密嘅人都唔體諒我揾唔到任何人可以信任呢。大家聽到呢度，心裏面是咪都鎖塞咗一下呢？記住啊，呢句絕對唔係普通人呻兩句咁簡單。呢句說話背後，其實代表緊佢成個人際安全網已經徹底攬細噶啦。嗰種痛係由佢最信任嘅人一手造成噶。所以佢哋依家對住成個世界都充滿住極大嘅戒心咯。咁點解會搞成咁呢？大家諗下，香港呢種生活實在極度稀缺嘅地方，人人每日都係掛住衝，以前嗰種左鄰右里守望相助嘅感覺真係少咗好多啦嘛。變咗點呀？好多人遇到難關，唯有將所有情感需要孤注一擲咁壓晒落去身邊嗰個伴侶度啦。如果個伴侶自己都做得好闊，一時求害講咗兩句冷言冷語，或者正你識得講大道理，對求主者嚟講，嗰種伴侶應該最安全，但結果傷得最深嘅感覺，係會瞬間引爆一種極度不義氣嘅孤獨感噶。仲有啊，香港人真係好要面噶嘛，大家都有同感啦。就算返工幾委屈，學業幾大壓力，出到去都要頂形象，死青扮到好堅強咁。唔敢同朋友講啊，驚俾人炒啊！為咗保住個面子，佢哋一直死青，直到連伴侶都頂唔順嗰陣，最後一道防線就正式崩潰啦。所以熱線往往係佢哋最後一條救命草。呢個位我哋真係要好細心去拆解啲隱性嘅溝通屏障，聽穿佢哋客套說話背後嘅求救信號。因為佢哋肯行出呢步，打俾我哋聽，其實已經用盡咗全身嘅勇氣噶啦。好多時聽人心，我哋可能以為我哋真係諗多咗，其實絕對唔係噶。打開下呢個表，我哋承受緊嘅痛楚係真實實咁反映咗喺身體上面噶。長期失眠啊、肌肉痙攣啊、偏頭痛啊，呢啲通通係因為體內嘅壓力荷爾蒙飆到去極點啊。心理同精神上更加係乾塘噶啦，陷入咗全世界都唔值得信任嘅認知偏差。所以呢，我哋面對緊嘅係多維度嘅深深創傷。我哋千祈唔好用理性所教嘅方式去處理，因為我哋嘅身體同心靈根本就已經負荷唔到任何大道理咯。遇到呢啲一聽就知踩世界好危機嘅關頭，我哋可以點算好呢？大家不妨記住呢一個心理奇就嘅3L 原則，即係 Look、Listen 同 Link。其實呢個唔係呢死板嘅規條，而係我哋同求主者喺風暴裏面嘅定海神針。第一步 Look， 用心聽下佢哋語氣，評估下有冇即時危險。第二步 Listen， 俾個絕對安全、無批判嘅空間，佢真情豐富。等佢真係諗正落嚟，我哋先做第三步 Link， 慢慢陪佢揾翻內在嘅力量，或者轉債社會資源。呢個就係我哋必備喺合併工具上啦。講到尾，做熱線義工最緊要係咩啊？係心態啊！我哋要時刻記住呢幾個黃金法則。我哋係做一個平等嘅同行者，即係點啊？我哋係去陪佢，唔係去教佢噶，淨係用心聽，唔好去分析邊個啱邊個錯，比如肯定同接納佢嘅情緒，唔好逼佢即刻改變，或者係咁講俾意見。佢想喊又好，突然靜咗又好，我哋都有得去，俾足夠嘅空間去。大家記住，我哋係同佢並肩作戰嘅朋友。絕對唔係高高在上指啲面睛嘅老師啊！不過我們只具體地對比後兩種講法，等大家感受一下，聆聽同說教爭幾遠。如果我們同他講，不要咁悲觀啦，同伴侶平心靜氣親一下啦，聽到好像極有道理。但是求助者聽完只會覺得你否定緊他的痛苦，覺得你嫌他唔夠理智，心路面嗰道牆啊，即刻起得仲高啊！相反，如果你換個講法，用個畫面去接納他的無助，同他講，你就好像在黑漆漆的風暴裏面，坐在架漏水救生艇度，我會做你的微光。哇，那種無條件的接納，先可以真正聯繫到他的心，令他覺得自己終於被明白咯。
稱到呢度有一個好關鍵嘅數字，我要大家特別落足言嚟睇清楚嘅，就係圖入面呢個22.29%，呢個係親密關係暴力，即係 IPV 嘅高重複通報率呀。當求助者含住話冇人可以信嘅嗰陣，大家個腦要即刻着紅燈。你要諗下，佢係咪被施暴者刻意切斷晒身邊所有嘅聯絡，受處於一種系統性孤立呢？所以喺溫柔聆聽嘅同時，我哋一定要保持高度警覺。如果犯有任何身體安全風險，記住保護生命永遠都係排第一位呀。好了，掌握住這個大原則，那真奇輕型電話嘅時候應該怎樣開口呢？我們來個模擬演練，大家慢慢感受一下。當對方完全起晒槓，話邊個都不信的時候，你可以試着好溫柔跟講了這一句：我知道你一家對人好難再有信心，無論你信不信，我都會在這裡陪着你，聽你想講的一切。那句說話是非常有力量的哈，因為你完全無去反駁他，反而是直接承接住他嗰種絕望，用行動證明你願意同他一起坐在黑暗乳面羅。又有時呢，求助者打多你講兩句，突然又會覺得講都嘥氣，想收線。呢個時候你可以試下咁樣講，聽得出你覺得好無力，即使你覺得冇人明，講嚟都嘥氣，我都想試下陪你坐一陣，聽下你個世界。大家聽下呢個說話真係好有溫度嘅。你清楚話俾佢知，我哋唔需要佢去解決任何問題，單單係我哋願意留低聽下佢個世界。呢份純粹嘅陪伴本身就已經係最好嘅心靈插電啦。但係佢真係跌到落谷地，不停怪親自己好失敗、頂唔順嘅時候，我哋點樣幫佢轉化呢？大家睇下呢支示範，我哋可以試下將佢口中嘅失敗轉化為努力生存。你同佢講，你覺得自己好失敗，但係我見到嘅係一個好努力去生存落去嘅人。多謝你願意俾個機會我陪你。千祈唔好睇少啲轉說話呀！義工一句簡單而真情嘅感恩同肯定，分分鐘可以將佢喺懸崖邊拉翻過嚟噶。清下，今日個教材我哋都睇得七七八八啦。靈魂嘅之前呢，我想留低一條問題俾大家翻去慢慢沉澱下。當一個人嘅世界跌入無盡嘅黑暗，所有信任都淋晒嗰陣，你準備好喺電話另一端做佢嗰點不離不棄嘅微光未呢？做熱線係好虧，好多時仲會好有挫敗感，但係亦都真係好有意義。希望大家下次落更接電話嗰陣，帶住今夜學到嘅嘢，用心去接住每一個受傷嘅靈魂。多謝大家今日咁俾心機聽，辛苦晒咁多位戰友，我哋下次再傾啦。